这华语的啊哈。注目看不是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帮助。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帮助。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我们再次从头。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理想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帮助。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恭敬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好，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看。我们在开始前，我们要定睛看耶稣哈。烦恼苦重担的人亲近耶稣，必享得安息，必得满足哈。求神赐福我们。那我们接下来来看248首哈。对，华语耶。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难。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难。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
我要遇见你，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份会当三甲伫主你的话语的内底，来拄着主，来找着主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搁一摆陪伴阮的心，互阮安静的灵，三甲来领受，伫阮内心要安怎样通过你的话语来敲找着主你的心意。愿上帝你搁一摆来引带阮的生命，也将你的教会或者青年每一个亲近主你的人，拢搁一摆交托上帝。求你的神，你圣神的气力、感动的灵充满因，也透过每一个参与关怀这青年的勇士精兵，求上帝你拢赏赐因智慧甲力量，互你的教会会当勇壮，互你的教会会当哪来哪成长，伫上帝你福音的圣工来吸引更较侪人来亲近主上帝。当心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好，钟兰，你先去写你的作业，你帮我拿进去挂着。好，我们要好好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朋友祷告哈。阿云姐呢？厕所哦 ，OK。我们非常高兴玉兴哈，这个礼拜开始加入我们这关怀这些国中青年的行列陪读班哈。那其实我跟子安哈在关怀这些年轻人当中，最近也开始有一些一些姐妹啦哈，姐妹同学哈来到我们教会。那其实教会有需要，非常有需要，像这些姐姐们了哈。那又在功课上面有非常有负担的，那可以一起来投入在关怀这一些孩子身上哈。来，永祥。跟我们一起看圣经，今天不舒服。好你那个来，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哈。哇，就干唔掉，唔是迄可能啉冰的啉伤济。没事。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这当犹大出卖耶稣了呢头前咱讲到彼得无认主接续来讲到犹大自杀的代志啦咱这回来看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来，等一下，圣经先预备好。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跟上帝建立关系很重要的什么东西？他的笔 ，OK。永祥，你还好吗？不好，好，没关系，你就坐着休息。好，来，我们来看，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就好了。好，我们先看到这边。那我们从前面看到卖耶稣的犹大，他发现说，哇，耶稣真的，他的老师被定罪了，哇，假烂。原本想说可能为了钱而已，没有想那么多，想说耶稣能力应该蛮大的，可以救他自己，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所以他后悔了，然后把那30块钱卖耶稣的30块银两，这大概是当时候可以买一个奴隶的钱啊。好，他觉得把这个钱又再还回去给祭司长跟长老，他说我已经卖了这个无辜的人的血，是有罪的。那他们就说呢，祭司长跟长老就说：“不啊，这看不好啥底带啊，你自己承担的呀，你把这个人卖，我还是你的代志啊。”好，犹大就把这个钱怎样丢在店里面，然后就出去吊死了。那实际上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个犹大这个啥畏罪潜逃，还是说畏罪自杀？应该说畏罪自杀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特别记录？我觉得值得探讨的是说，犹大他被吊死有什么意义？我是感觉犹大一吊死做有意思的，一吊死咱知影吊死是安怎？自杀吊死啊！我讲吊死是有什么意涵啊？有一寡神学家啦、神学家，他们是认为说这犹大这个人吊死的方式你半空中跟上面没有关系，跟地上也没有关系的。你有发觉无？祭司长跟看起来长老有无？他做坏事情他怎样？我觉得他很有趣在主之外在主之外没有关系他自己跟主嘛没关系啊看地上的人人家也不要所以就是说这个里外不是人呐所以呢，我觉得出卖主这个出卖主的人我觉得这个所得到的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解答往往都是怎样，在上面的事情跟你无关，而且在地上的人人家也不纪念。所以其实人在生命遇到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其实犹大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啊，往往也是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基督徒会不会出卖耶稣啊？会啦。这个哪一个信徒哪一个门徒怎么样了就开始指名道姓开始讲八卦，说他怎样怎样都有教会不是没有这种人还是有可是呢，我觉得如果当我们信主之后要决志受洗，那个生命要改变，要变成什么样的生命就像犹大，他跟随耶稣啊，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也是后来出卖了耶稣，自己自杀了。所以基督徒不要认为说跟随耶稣的人就准没错，没戏啊，拢得救的啦，不啦，不是安尼啦，不是啦，是在你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样，都要让上帝欢喜。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做那个好像掉在半空当中的基督徒，了解吧？掉在半空当中的基督徒，就像犹大一样，这种基督徒还了解吧？半死不活的那一种基督徒了。所以牧师是非常鼓励各位，其实不要嫌我们自己是年轻，也不要嫌我们自己年老。我觉得我们就尽心尽力，我们可以服侍神，那我们好好去爱神、服侍神，然后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
那这个礼拜有机会牧师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牧师讲这个收割庄稼的耶稣讲的故事。我觉得也很感谢神那昨天也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主。那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真实的落实，成为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重要。你看不看重你自己的生命？看不看重？玉欣，你看不看重你的生命？勉强哦，这样怎么可以？你从鸡童变成主的门徒，你较早是当鸡呢？现在上帝救了你的命，不行，什么还不错，要非常好。好，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况如何，不管你的身体还有什么样子的病况，都不要想，唯有就是求神来做医治的工作。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破口，有很多不一样的疾病。疾病不是说真的好不舒服那种疾病，不是。每一个人的疾病不是看得见的，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疾病是你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让上帝、让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用赎价赎回来的。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这个东西。30块钱，30块钱在当时候还是挪嘞了，知道吗？耶稣他这个人他没有罪，可是他竟然是被30块出卖的，懂我意思吗？他是非常廉价的呢，廉价劳工，30块钱就把耶稣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伟人怎么样，就把他的命给杀了。可是他的宝血重不重要？他救赎了所有的人的罪。注意哦，他不是救赎你这个圣人哦，你这个好人哦，不是。我们这篇故事里面讲到，耶稣他用30块最廉价的方式，而让他这个生命最宝贵的耶稣上帝的儿子的生命，为了我们，为了世上的人的罪，为了世上的人的错误，对吗？这些人是不是害了耶稣？对不对？被犹大用30块钱，犹大有没有罪？有，他有罪。所以他后来他不晓得，他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认罪，或许耶稣怜悯他呢，也有可能啊。可是为什么他自杀了？我觉得马太为什么要把这个写下来？其实在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如果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见耶稣这宝贵的宝血所洗净的生命，你的生命如何活出活耀的，是非常美的。所以为什么牧师刚刚问你，玉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自杀呢，再忧愁没有了。我是说举例了，再怎么样苦，再怎么样的困难，你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样懂了吗？好，自杀不能上天。不好说，是真的啦哈。但是我觉得生命是无价的。自杀等于杀人，杀自己。跟杀别人跟杀自己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杀人。你知道就杀自己还是杀人？对，如果既然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最宝贵的，你害了你自己的生命结束，那我觉得那当然是类似像毛长所说的，那是杀人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回到这里哈，你看哦，祭司长他拾起那银钱来说，这是血价。注意哦，30块钱犹大所卖掉耶稣的，这个既然是血价，我问你，耶稣他是不是用他的生命来作为我们赎罪的价钱，对不对？30块呢，但是有宝贵吗？宝贵。我们的生命就像那30块了，还了解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足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永祥，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你的生命宝不宝贵？重不重要？你看不知道哦。你们要把你们自己的生命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绝对不会平白无故让你的家人，让你这个生命来到这世上。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是否有认知到这个问题？好，这个很重要哦。好，牧师在跟你们讲，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看下去哈，注意看哦。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你看，在祭司长做给有无？不讨神喜悦的钱他们不愿意把它放在圣殿里面用他们把它拿去怎么样？刚才北属于这喝歹吉啊，那好像有点在赎自己的错误了。好，然后呢，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如今还叫做血田。这件事情也刚好在旧约里面真的有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撒迦利亚书第11章。撒迦利亚就在马拉基旧约的最后一卷的前一卷，马拉基的前面11章。帮那个对，那个云姐，你那一本是新约而已你就看一下那个玉兴的。玉兴知道翻哪里吗？11章，撒迦利亚书在旧约的，你就翻新约的前面，马太的前面就是马拉基，11章，马拉基的前面就是撒迦利亚书，他是好，没关系，帮他一下11章12到13节对，我稍微讲一下撒迦利亚他是小先知啦顺便让大家能够稍微认识一下旧约。撒迦利亚他是先知，是小先知，他跟哈该先知都是属于小先知，但他们同样在同一时期，那个时期已经怎么样？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归了？回归了，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有一点，他们必须要重建圣殿。但是撒迦利亚小先知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撒迦利亚书？为了要让这一些以色列人唤醒他们，要赶快重建完成那我要问各位重建的工作重不重要？你的家如果还没有盖好，可是你一直住在里面，你会怎么样？云姐，如果你有一个家，你回到你的家，你有一块土地，那个家正在盖，盖到一半还没有盖好，你会怎样？你会不会期待赶快盖好？会不会？至少让你可以好好的居住嘛，对不对？好好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不见得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很好，没问题。可其实教会的建造是在无时无刻都在做建造的工作，福音的建造，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培养，有很多东西都是在建造。所以当时候撒迦利亚他清楚知道圣殿还有以色列百姓还有上帝的国度都是上帝所要纪念的，所以呢，每一个受上帝所的选民必须要能够复兴而且繁荣我要问各位，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复兴繁荣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有没有？好，所以我小可把人简单讲到这，这就是撒迦利亚先知以被讲的，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我们今天所看的经节，撒迦利亚书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下11章前面，你们的标题是什么？我家是2个牧人你来看第4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注意买遐羊然后来个抬这贼嘛，对不？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父主。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
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而且咧讲起吼，这人吼，若无会记得讲上帝安那救人吼，那上帝拢会气散了。咱个倒转来看12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好，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来，我们再翻回来。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27章，请问后面他说什么？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你也干嘛出奇怪？咱头拄看的是撒迦利亚书，为什么跟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其实马太他在影射耶利米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你哪可以看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我们一起来看哈，耶利米书哦。来，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哈，伊的是属于被掳的时候了，还没有归回哦。好，31章，31节。对。可能好，来我们看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他所这个约是不一样的哈。好，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32章。你若有机会看耶利米书32章，我看慢。32章伊主题是讲耶利米买田，有无？为什么要买田？伊甲什么人买田？你知道？耶利米他跟他叔叔的儿子，好像叫做叫应该叫哈拿灭吧？哈拿灭对。他跟他买田，为什么要买田？实际上，在当时候的律法，他们是不能够这个亲属之间直接这样卖田跟买田的，不行。可是你哪敢看32章来的耶利米，他为什么买田？是因为什么？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改讲，你要去给恁阿叔的囝哈拿灭甲买田。以色列百姓说，这个会使安尼，但是是透过上帝要耶利米去做的。意思是说什么？来，你看我这意思是啥？无可能的，在上帝面前变成有可能啊！让当时候我头都有讲哦，耶利米他在当时候是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是被掳的还是释放了？被掳的。你若比例的时候，咱像咧讲吼，咱较早咱教会咧建堂的时阵，有无？无所在的时阵哦，你会感觉哪？你会觉得很希望看到神迹啊？有没有？好。你会做期待，讲上帝甲咱讲吼，咱要来买遐，咱要来做什么代志？你也做期待了。所以当时候耶利米先知，他就是透过买地来怎么样，来重新唤醒以色列百姓，跟神重新做立约了。所以31章不是在讲，我刚刚讲说，耶和华上帝要跟他们以色列百姓怎么样重新立约嘛？这个约跟他们之前出埃及的约是不一样的约嘛？好，我们翻回来，既然是这样买田，加的喜公应验耶利米的话，还了解吧？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撒迦利亚他当时候所写的那一些话，
好，他所写的那些话，其实是在印证耶利米的事情。可是拿到这边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哦。我他都有讲到，在祭司长跟在长老，他们去买这个土地来做血田，实际上伊是安怎？好像在拖，跟他美术讲啊，我做一个歹代志，希望做一个安怎来抵罪安尼哦，有无？有无？但是哦，加以讲啥？这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的人的价钱。意思讲，人的价值观就是看上帝的代志，跟他30块尔。好，然后呢，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好，买了姚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有无？去讲我讲耶利米一买1块田地是啥？是不是耶和华让耶利米去做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种讽刺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哦。马太为什么要把这个写下来？一起在讽刺哦，了解不？讽刺当时候的祭司长，他们做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好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段落。好，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不太一样，对，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东西哈，不是说你要把它当作跟之前旧约所看的那个耶利米买地是同样的道理，但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再去好好探讨的部分。跟撒加利亚这个是对，因为撒加利亚实际上它是要印证耶利米的意思，好，也同样在影射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好 ，OK， 那我们再看第11节。好，27章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啊。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那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2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就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讲了一大堆，感觉这个比拉多好像没有什么魄力哈。是不是这样？有人说是这样想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哈，当时候他们罗马哈，这些比拉多是罗马管理犹太人的巡抚哦。那他们要定这个犹太人的罪哈，除非是政治犯，如果是宗教犯他们不能够定罪。所以比拉多其实他知道这个耶稣啊，大部分都在传讲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有关信仰方面的，所以他一直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么严重，所以他也担心怕定罪定错人了，
好，所以其实不是比拉多他不敢哦，而是因为他正在取决于政治犯跟这个信仰的宗教犯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呢，从这边你看哦，11节他说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有没有发现？他讲王啊，那当时因为王是啥？其实是罗马，对吗？罗马皇帝嘛。所以那当时他想要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要看耶稣怎么说。啊，结果耶稣也说什么？啊，你讲的是啊，你说的是，这你讲的嘛，哦，你讲的，你讲我是王的王啊，哦，他被祭司长，可是哦，我觉得耶稣他也很有智慧，他没有说哦我就是，他没有说我就是，他说你说的是就是，你讲的嘛，你讲的啊，吼，我不讲啊，吼，他反问回去，他说你讲的啊，那是你说的是，他不是说我就是，他不是这样，好，那。所以英文他说 Yes, it's as you say。这是你讲的啊，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他们做见证告你那么多，你都没听到。耶稣还是不回答。好，他不针对这些人民所说的控告。之前我们有说到嘛，对不对？控告他什么？在圣殿里面有没有？对吧？所以咱对这也能看出讲，巡抚有一个常例。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想说不然呢啦，咱每一拜过年过节咱都爱做一个这过节的时候，咱来释放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15节，我们得释放，请问一下，巴拉巴是罪人还是圣人？罪人。他有没有被释放？有。影射什么？我们就跟巴拉巴是一样的。罪人得释放，是因为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看巴拉巴被释放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看到被释放就叫巴拉巴，我们就是巴拉巴了。我们要想象，要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重大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罪人赎罪祭我们做赎罪祭我们继续看。所以我们要了解巴拉巴是一个什么人？什么罪人？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5章第7节。我们来翻马可福音15章7节15章7节说，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怎么样？杀过人，还了解吧？好，因喜上作乱，而且杀人的。请问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些时候就像是作乱的人？在教会，在人群里有没有？我看了这几天我突然间看到那个谁啊？你们知道 YouTube 有一个叫八囧吗？八囧他跟那个什么那个啥，在做合业还一个啥姓詹的弄唔知迄个做名，讲要关30亿做黑熊的计划。曹新成曹新成，对，伊讲一句伊讲，我哪有没讲，我袂记。宕机。好，突然间忘了。好，没关系，这个突然间想他的名字就忘了上帝不希望我们想这个。好 ，OK， 来，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所以咱怎样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往往就像这个巴拉巴一样，我们是被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你想被了解，你要了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去看这一段。不是单纯听人家讲说，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不了解了，你感受不到的话了，还了解我的意思吧？我们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个巴拉巴，他是被释放的，可是谁代替了这个巴拉巴的位置？是谁？就是耶稣嘛，还了解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罪人我们就像这个什么巴拉巴一样，是作乱的。
我们是会制造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哦，我想到了，这个有钱人他说了哈，他说台湾人哈，台湾现在的政治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国人哈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成为解决国家问题的人啊，不要成为制造国家问题的人啊。他说哈，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让你可以学、可以做、可以怎么样，就赶快去学习，不要做那个什么制造问题的人，要试着去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做基督徒也是应该要这样。我觉得教会一定有很多问题，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做解决问题的人啊，不要做什么作乱的啦。你如果发现说，这个问题一大堆，然后我们又讲了一句话，又个塞狼起来哈，哇，这个教会哈就很难能够管理得好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可以走到现今哈，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更加努力。当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呢，一直到后面哈，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比拉多的他的夫人有没有？好，他的夫人也带人哈差亲信哈去跟这个比拉多说哦，这个义人的事哈，就是说耶稣的事情哦，你一点都不要管哦，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梦哈。为了这样代志，做头疼，不要管太多哦哈，管了哈有代志哦，所以那整个过程当中呢，祭司长跟长老还是一样教唆众人，求能够把巴拉巴释放，然后除灭掉耶稣。那一直到后面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比拉多他见到24节，看见说再怎么说都无济于事了，反而如果他又继续说太多了到时候会生乱，打人说比拉多你到底要不要办啊？你不办就不要办了啦。好，我们再请别人来办我在想，他既然就是那个罗马的官员，对，罗马的官员应该是蛮有那个权力，对，可是他不敢做主张。对，有时候我会这么想。是。然后我在想犹大的时候，犹大他跟耶稣也跟很久，他居然能够把耶稣卖了。有时候我在想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还好，犹大他自杀死掉了。不然如果他还没死，会不会被抓到？会不会被抓到那个时候？不是，我因为你看嘛，那前面嘛，然后如果犹大如果还没死，他会不会被带去那个禁灵啊？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需要证人但是实际上犹大他也知道自知理亏所以也觉得说自己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我觉得不啦，其实我感觉上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些罗马的巡抚重点还是在于他问耶稣那一句话了。但是耶稣非常有智慧，他说：“你说的是就是了。”他其实是在暗示嘛，你就感觉是就是啊，你干嘛跟我猛？对不对？那我说了，搞不好我又露出马脚，还是怎么样，又被你们又反控一条罪所以我觉得这是耶稣很有智慧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害人，有些时候就像比拉多一样，24节说的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你看我跟你讲我没有有的人嘛是讲我没有这看我没地带咱拢用讲的有无？你决定的所以其实之前牧师我们在建堂的时候，牧师有说咱决定好这决定这是恁家的，我后来想想不对，我嘛别这样你讲的，真的不是吗？因为再怎么样，这也是我在牧养的教会发生事情，牧师还是要陪伴你们面对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没有这就是人嘛，人就是会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啦就是说比拉多他说在人的面前就洗手，你看我洗手，这看我没地带你刚才讲那句话，其实有时候我很生气。
说牧师怎么讲这种话，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嘛，人心就是这样。好，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其实我们从短短的故事里面，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都了解这个故事内容。可是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反省。每一次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省思跟看见。哈，众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然后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就是安尼，咱美国较简单哦。什么呢？所以这句话最重要。这句我真哦，你像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哈归到我们的子孙身上哦。我感觉因这人哦，家己要死啊，佫害人囝孙死。就是安尼，迄个死头都唔知。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如果因为在教会里面受伤了，离开教会了，不要讲不好听的话，把那个罪、把那个恶留给你的子孙，那是很恐怖的代志，嘛很危险的代志。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好好，我觉得。说错话了还是怎么样了？得罪神、得罪人了，没关系，说道歉都很简单啦。试着去学习怎么样认错，我觉得都没关系啦，可以好好学习啦。所以牧师也鼓励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些时候我们在跟外面在学校，有可能也是会遇到跟我们会讲话不投机的人。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不用学习说好话，祝福彼此说好话，祝福啦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祷的？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学生来祷告。牧师想要邀请我们能够一起为云杰还有永祥，还有念慈，还有最近来到我们当中那个念慈的朋友叫什么？什么？我突然间忘记。好，我要看一下手机。有，他昨天有来但是我是觉得说，为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还有玉兴为玉兴祷告。玉兴他从这礼拜开始，他每天都大概5点半他就来到教会了那如果有状况，他会再跟牧师讲。那他都很乐意能够陪伴。假如说我们国中生有任何英文的问题，你们都可以问他，他英文非常好。玉兴他英文很好。数理方面还可以吗？国中应该还行。对，我很少看到大学生那么有自信，你问他会跟你讲说还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为你祷告，也是期待说你也能够用祷告的心来祝福这些孩子，因为孩子学生的工作是需要，不是只有子安一个人，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投入的工作。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姐妹学生的来投入，那我觉得云杰我们也为这些学生他们追求这个信仰当中背后的上帝的能力，求神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智慧。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什么人？文珍，对，文珍，对，我想起来文珍，念慈的朋友，阿姨是19岁了，他也非常关心念慈了好 ，OK， 那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我们开口，那也为我们的教会现在牧师有发现我们的团队慢慢在形成，比如说敬拜团队，还有我们这礼拜牧师有邀请几位社青一些同工一起投入加入我们的关怀国中生的这些学生的团体，那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来为这些同工来祷告。伊讲咱的冷气迄个压缩机放遐不美观，佫会热。不美观。会热啦，无美观啦。伊讲迄应该爱放到迄个咱的小门顶面啦。迄玻璃甲卡一个迄个啥物做迄个啥迄个百叶窗啦。落雨关起来，无落雨开，互伊散热较好啦。是安尼想安嘛有对呢，阮迄时阵也无想到。但是迄是咱家己内部咱家己讨论就好啦
旧的啦，这只旧的啦。人工单若是讲用歹去了，我是想咱到时要较过来拍算就好啦吼。好啊，一切是蔡安罗牧师真关心啦，是讲咱若是讲空间无够用，其实鼓励讲咱会当去甲大桥里的活动中心做。哦，若是嘛是真好的一个意向看见啊。在大桥里，啊，所以这拢是意向哦。这讲的不是无可能哦，就是我讲吼，啊嘛牧师了为阮祈祷，教会真做传福音的教会吼，人数增加吼。今麦吼牧师有看到说，其实我们年轻人真的是恩典，你们进来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哦，祝福哦，上帝在祝福你们哦，所以你们要肯定自己，好好加油，好不好？你们都是未来教会跟国家的栋梁，好，不要小看自己，好不好 ？OK， 来，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圣灵帮助我们，祝福在你的教会，和你所听的教会充满着上帝你满足的稳定甲祝福，这是上帝你和阮上好的礼物，也和阮明白。互阮的生命，因为有上帝你的救恩，甲上帝你所听的轨迹，也会当通过阮的生命来影响上帝你的圣尊名。愿神赐福在你的教会以及你的百姓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神你的恩典，也充满健康的喜乐的灵，来为主你做福音的工作。谢谢主，呼召我们作为神你收割庄稼的工人，来荣耀神。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份信仰跟福音，带给他们生命、盼望与喜乐。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求，恳求你的灵充满在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有祷告、有赞美、有喜乐、盼望。时常诉说神荣耀的地方，让你的教会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在祷告、经历神当中认识主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这位救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赎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教会的这一群年轻朋友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亲自来感动、呼召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学习为主你而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生命是有代价的，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回的代价，是宝贵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看重的，也是神你所要重用的。求你亲自来修剪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引导他们走在神你喜悦的道路上。也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大桥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时常透过祷告，透过尽心尽力尽意，能够在你面前服侍神，爱主你的心，让我们的行为行动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用生命来见证主。再次我们将我们回去的脚步交托仰望，也愿神将平安与喜乐、健康的心灵赏赐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